或者是台积电爆出讲有几多名证券监涉嫌在职期间偷摕2奈米先进制定的机密资料，而且是泄露予日本一间设备的大公司。东京威力科创，这7月底呢，有日本的工程师和台积电的工程师，因约伫咧咖啡厅，要把这个机密资料交予对方，想袂到当场呢去互检调掌到。国科会表示讲，这台积电2奈米制程是国家核心关键技术，上当会当关到12年，而且就要罚1亿。经过月底传出检调伫德科附近的这间咖啡店，掠到台积电工程师亲像设备。根据了解，进前台积电资讯部发现有人异常登录翕资料了后，当下无出声，随即锁定手机当事人，通报检调。7月底，当这项设备大厂工程师甲台积电工程师约伫咖啡店翻翕机密资料时，检调当场掠人。业界传出国安会甲高等检察署介入调查案件，也毋若这一件。伫最近2个月大概7、8件，亲像甲日本韩国设备商有关系。我找一个已经做得比较好的 model 来看看人家怎么做，是在哪些环节上比较容易出问题。那这个其实可以降低我的学习成本。假设我找到对的参数，可以很快速的去解决我是目前良率太低的这些问题。目前全球有咧研发2奈米制定的业者，包括台积电预计今年年底量产，韩国三星甲美国英特尔也拢对外表示预计今年下半年量产。另外，日本晶片国家队 Rapidus 也咧试产阶段。Rapidus 它主要是跟 IBM 合作，那 IBM 研发这个制程也很长一段时间了。那这一次主要是试产，我觉得差不多这个时间也该试产成功了啦。那接下来的困难就是你怎么把良率调到够高。亲像设计设备案，理想东京威力科创是有名的半导体设备制造商，那是台积电发展2奈米的重要供应商，提供计算机甲设计设备，同时也是日本晶片国家队 Rapidus 的重要供应商。Rapidus 加设伫第3年，就当试产2奈米晶片，亲像想要加做日本台积电的代表。这一次这个泄密的主要呢，是要给予这个日本的 Rapidus 这家公司，它要在2027年，那么开始进行2奈米的一个生产。台积电最近也面临美国总统川普伫 CNBC 节目接受访问，讲台积电会伫美国投资3000亿美金。这个是假讯息，好不好？是川普说的。哦，那我不知道，因为我没有研究这个命题。也不过，蔡立下昼规定会透过经济部发道歉声明，表示当下无完整掌握提问背景，实际投资机会由企业对外说明。台积电表示相关资讯，请以公司公告为准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